喺春天揾返一片被遺忘嘅西域秘境。今次同我哋穿越帕米爾高原，喺杏花雨下邂逅最浪漫嘅南疆。第一日，香港直飛烏魯木齊，首站就去天山大峽谷。呢個五安陪景區將新疆嘅壯麗山河濃縮成流動嘅水墨畫。第二日，坐大巴穿越全球最長嘅隧道，直達庫爾勒探訪羅布人村寨，千年胡楊林深處最後嘅沙漠守望者。今晚落腳2025開業嘅庫爾勒萬麗酒店，絲路新城遇上頂級奢華。第三日，庫車大峽谷打卡必到，係紅岩壁如同被天神劈開嘅裂痕，行喺其中彷彿聽見絲路駝鈴迴響。第四日，朝聖南疆最大庫車大寺，再去熱斯坦街飲碗磚茶。百年老鋪嘅雕花門窗背後藏住最地道嘅市井煙火。第五日，深度漫遊喀什賈爾路城，翠明特別安排維吾爾族家訪下晝茶，葡萄架下載歌載舞，果香混住手鼓節拍。夜晚大美新疆流蘭有約，衝擊味蕾，黃金烤全羊撕開瞬間，油香4日。第六日呢，像帕米爾高原，白沙湖似上帝打翻嘅調色盤，帕拉庫勒湖呢，就係冰山之父鏡中倒影，銀白山峰撞擊深藍湖水嘅畫面，靚到窒息。第七日，重頭戲來襲，奧克西魯克鄉嘅杏花如粉霧覆蓋山谷，搭遠花海則似春雪壓枝頭，穿越花雨先係極致浪漫。第八日，翠明特別安排換乘商務車征戰盤龍古道，第600個急彎嶺出人生新境界啊！去到喀什享用蘭亭最定製晚餐嘅江南園林里品味改良版西域盛宴。第9日，最後朝拜艾提格爾清真寺，然之後飛往成都嘅呢趟旅程，將天山風骨、杏花柔情同埋帕米爾嘅孤傲，全部路成永生難忘嘅春天記憶。翠明假期南疆杏花季10日遊，國泰航空甄選航線，全程 VIP 禮遇。2026年3月26日保證出發，名額有限。而家報名，等我一齊解鎖呢卷活動嘅西域春天圖鑑。